台中的空勤总队接到电话，有人咧化救人，讲一台巴拿马货船伫咧澎湖的外海失去着动力，当时是透着7级到9级的阵风，规台货船一直险，样样要并船。乌鹰直升机到场，发现这个海象真歹，根本无法度对港救人。等到这个海象较平稳，才透着这个强风，甲14个船员吊挂甲救起来。这个救援的过程是惊险万分。台中空勤总队出动乌鹰直升机飞到澎湖吉贝外海海中迄带巴拿马这个货轮已经无动力啊，当时强阵风有10级。海涌有够大，这台货轮停伫海中央，无度抵抗，暴风吹甲咧东倒西歪，强要变过。乌鹰直升机想要挖紧，淹过风有够透，海上这摆无度降落，只好先飞转去台中，等到风影较细时，才阁出动。当时货轮的船长已经下令弃船，14个船员拢穿救生衣，徛伫甲板一直下手。乌鹰直升机将吊挂的器材放落去了，将人是两个一组轮流吊起直升机。吊挂过程因为海风伤透，索一直害，真惊险。现场风速达10级，浪高有10公尺，确认环境均超出飞机性能与安全限制，而且现场船员无法登上甲板接受救援，并以无线电告知船长，先自行保全。待风浪降至飞机操作能力，方可实施。这个救人行动前后总共用5点钟，过程因为风影伤大，有2摆无度执行任务，加在最后真成功将所有货轮的船员拢甲救起来。